細胞生物學話我哋知，45歲身體開始由巔峰狀態開始下跌，30歲你失去 working holiday 資格，35歲後好多移民政策都開始扣你50分，40歲正式唔可以再俾人叫做青年，35歲日文係35才，聽我好浪漫，代表住你人生要玩完啦。要進入最後100米嘅賽道，大部分嘅可能性都開始消失。你要揀定職業，要揀定伴侶，甚至乎要決定1-2年之內生唔生仔。quit 咗份政府工去追夢，唔係唔得，但係你可能要接受，你接下落來嗰60年都要做睇更過活。去到呢個年紀，凡夫你要同自己承認，或許你只能夠去到呢個高度。細個以為自己同其他人唔同，可以過一個唔一樣嘅生活。而家你成為咗你以前最睇唔起我哋朝九晚五嘅大人。如果你覺得未來好沉重，冇力去攬，唔代表你廢，只係代表你垃圾。